对不起，我要退游了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有一个好兄弟，名叫林希驰。林希驰跟我说他要退游，我和他认识好几年了。以前我打完螺丝下班后，老是喊他一起双排上分，他玩继续枪比较厉害。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退游，他的回答大概就是不知道为了啥继续玩下去。于是我就劝他可以和我一样去当主播，他的技术也不错，上过白榜。下面就有请我的好兄弟林希驰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希驰，多赛季白榜，自封自己为单局无敌手。这次我的好兄弟婉哥想我重出江湖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多多喜欢，多多支持。兄弟们，相信我们 CODM 有了这些新人主播加入后，会越来越好的，加油！让我们一起欣赏林希驰的操作。